常有手腕專制的人，有權保證要制衡世人，還有天生高貴天中高於心。常有君主姿勢逼人，人和意見決未識人，仍然他自身嘅三分。權貴之身匹配他，無人因此這樣恐怕。延續百世紀是最高級世家，處事玄妙不解之謎，還留住歷史之中一題，連動作都絕美優雅，正是他。好啦，呢個先至係我，唔係呢個，係呢個，唔係呢個，贏家輸家。好啦，睇下我做皇宮，每個人都要聽我命令，睇住啦噃。管家，廚師，唱住主題曲嘅。就似真主般轉出世時，人如一種富貴包雅兒，還如古書之中記載每個字，全球能運轉更易，完全為着天下分事，全球開始跟高中亦有難。哇！佢叫咩？佢叫做皇上高高在上。佢代表乜嘢？啊！你打斷我個 beat 啊！你聽唔聽到啊？你頭先打斷咗國王個 beat 啊！得意啊！唱到邊啊？佢叫咩？